去年11月去杭州當地一個有機嘅茶莊參觀同埋飲佢哋嘅茶，用山泉水泡龍井，一飲到落去個身體，好似覺得有一股療癒嘅能量散到你去四肢，講到好似武俠片咁樣，好武俠片。你坐喺度本來唔係話天氣好熱，但係咧你係會發熱，係暖和嘅嗰種感覺。原來一口好茶可以係天上人間嗰種嘅感覺。聽日上晝10點至10點半，梁淑儀嘉賓主持黃鳳嫻，同你一齊品味人生，建立自己嘅生活王國。自家女王，馬路的士之友，馬騮咪阿妮，花一個朝早同你一齊食花生，一齊做個花生車友。早晨，星期日嘅早上，有阿 Nick 喺度。今日咧聽到係一個唔喺錄音室嘅環境啦，因為今次我哋馬路的士義工隊咧攞正牌出嚟玩啦。今次咧外展訓練學校準備咗一啲獨木舟、繩網陣同埋跳碼頭嘅活動俾我哋一齊體驗下。咁我哋成班義工都可以出嚟放鬆下啦。而家有阿 Nick 喺度，有交通消息報道完啦，啤。而家咧喺我哋兩個身邊咧就有我哋今次嘅教練阿 Sam 喺度 ，Hello，我係阿 Sam 啊。咁咧都想借呢次機會咧，多謝馬路的士義工隊啦，一路支持我哋嘅活動啦，參與佢哋會幫手做義工嘅 ，Thank you。係啊，今日咧我哋就帶埋我哋義工隊嘅一啲成員啦，之前都有過嚟呢度幫手嘅，咁就提供咗一個特別嘅活動俾我哋，就係獨木舟啦、繩網陣同埋呢個跳碼頭嘅體驗。咁因為今日嘅天氣咧都麻麻地啊，有少少落雨嘅情況，你覺得呢一個天氣有冇影響到我哋嘅體驗呢？係啊，今次我哋嘅體驗係有啲大風，亦都有啲雨啦。咁但係有冇影響？我覺得係有嘅。咁但係我覺得反而有一個正面嘅影響。我哋原本嘅 planning 咧係打算去獨木舟去一個遠啲嘅島啦，食完飯然之後再翻嚟嘅。咁但係因為天氣關係，我哋嘅獨木舟唔可以去得太遠啦。咁但係相反，我就會覺得，我哋有機會可以善用我哋外展訓練學校其他非常之值得參與嘅活動，例如我哋嘅高空繩網陣啦。咁於是乎呢，我哋就雖然係去少咗獨木舟啦，我哋就有一半嘅時間可以體驗我哋一啲高空繩網嘅活動啦。咁包括係一個喺高空度行一個獨木橋。我哋知道 Sam 教練咧經驗好豐富嘅，帶過好多唔同嘅團隊啊去進行呢個 training 嘅。咁可唔可以咧就請教下你啦？你教過咁多嘅團隊咧，你覺得我哋馬路的士義工隊呢一個團隊啊，有乜嘢過人之處咧？我覺得馬路的士義工隊呢個團隊啦，對比其他可能公司形式過嚟我哋參加我哋活動咧，佢哋比較 playful 啦，比較 enjoy 我哋嘅活動啦。因為可能有其他公司嘅團隊參加嘅時候咧，佢哋都會係絕對非常嘅認真啦，參加唔同嘅活動嘅時候都好認真去解決嗰啲困難。咁但係咧就會少咗一份好似係 enjoy 嗰件事，而係真係想解難嗰種感覺。但係佢馬路的士團隊就更加見到嗰種開心 enjoy 嘅 vibe 喺嗰度啦。我感覺到佢哋比較係青春啦，比較想玩啦，比較同時挑戰嘅同時會 enjoy 嘅。今日全日落嚟，你有冇啲咩畫面啊，或者邊一幕你係覺得哇好難忘啊？今日全日最難忘嘅畫面呢，我都覺得應該係跳水嘅畫面嚟嘅。咁樣個跳水嘅畫面呢，即係佢風吹過嚟嘅時候，大家都好凍啦，你仲見到海面嗰啲波浪係會有個好靚嘅環境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就有一班人喺度互相鼓勵大家。雖然佢掙扎咗好耐，但係都最尾有嘗試過嘅。咁大部分人都有嘗試過。咁同埋有一個見到個好鼓勵嘅一個畫面咯。咁嗰個畫面係最深刻嘅，我覺得。外在嘅環境係好 tough 啦，好大雨啦，但係呢嗰班人嗰種溫暖，嗰種加埋一齊嗰種感覺好難忘嘅。咁而家咧喺阿 Nick 身邊咧就有我哋義工隊嘅成員，有 Rosanna 同埋 Ocean 喺度。Hello， 你哋好。Hello。咁今日咧喺我覺得最難忘，見到你哋一齊玩嘅就係一個高空繩網陣嘅體驗啦，就去到一個獨木橋嘅位置啦。咁媽媽咧本身係畏高噶嘛，不過經過仔仔嘅鼓勵之後咧，都踏出呢一步。咁媽媽嘅心情係點樣啊？都考慮咗好耐嘅，係啊，但係見佢咁凄涼，要我 friend 陪佢玩，咁佢又話想玩多次喎，叫我陪佢，咁我就陪佢啦。咁 Ocean 覺得媽媽嘅表現如何？媽媽好勇敢啊！原本畏高呢，
但係佢都可以成功上到個獨木橋度，真係好犀利。你覺得有冇因為仔仔嘅關係，所以先有呢個勇氣呢？都有嘅，因為都想喺佢參與一個咁需要挑戰自己嘅環節，我都喺佢隔離咯。咁你哋今日嘅感受係點樣啊？我覺得好開心，因為可以同其他人一齊去玩繩網陣同獨木舟。我哋馬路的士義工隊咧，平時都會一齊去做一啲義工嘅活動啦。咁今次有一個興趣嘅體驗，咁希望我哋遲啲都一齊玩啦。好啊！而家喺阿 Bear 身邊咧，有義工隊嘅 Christy，Hello， Hello， 你好啊，我係 Christy 啊。你可唔可以講下你最印象深刻嘅一個環節啊？跳碼頭就比較深刻嘅，因為我未能夠完成啊。聽講你上年都有參加外展訓練學校搞嘅外展舟山跑嘅喎，喺入邊咧都有一個跳碼頭嘅環節。你當時好似有克服到恐懼跳到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兩次嘅分別呢？因為我啲心情好緊張，同埋天氣有啲涼啦，加上但係繩網同埋獨木舟，我就覺得自己今日比較順利嘅。我暫時都未克服到自己呢個心理關口。唔緊要，最緊要係自己舒服，擁抱到恐懼都係好事嚟嘅。恐懼就恐懼啦，咁我哋下次再挑戰過啊！好，我下次會再努力噶啦。阿 Bear 而家身邊咧就有義工隊嘅阿 Wing， 有冇咩難忘嘅事情發生咗咧？有啊，繩網嗰度咧，我老友啊 Rosanna 張素欣啊，係啊，佢咧因為佢個仔咧而好勇敢咁樣去爬去最高嗰層嗰度爬呢個繩網，我睇到眼濕濕，覺得好感動。嗰個獨木橋咧，佢係差唔多有3層樓咁高噶。係啊，冇錯啊，佢一開頭咧係見到佢係真係好緊張嘅，唔敢行出去嘅。但係咧，佢應該係見到佢個仔咧一步一步咁樣去靠近佢身邊嘅時候咧，可能佢就咁樣會有個動力，令到佢可以踏出第一步咁行過去。咁呢一幕都係好感動嘅，睇完之後。咁另外我哋獨木舟嗰度，我見到你一直都係划得好快，係第一2名嚟嘅。獨木舟嗰度，咁我有個隊友都划得幾好啦，阿 Ann 咧後面都全力配合我哋一齊左右咁樣，所以就可以划得好暢順啦。嗱，雖然好大風，但係都幾好玩嘅，都幾用力嘅。今次呢個活動都要。而家喺阿 Bear 身邊有義工隊嘅阿 Ann， 今次有咁多個環節，你最中意邊個呢？我最中意獨木舟，因為我估唔到我原來係一啲都唔驚。因為上次我第一次玩獨木舟嘅時候呢，我係好驚噶，同埋我係有啲亂咯，左右唔分啊，又成日呢打到前面嗰個槳咁樣啦。咁今次我都可能有咗上次嘅經驗啦，咁我可以同前面嗰個 partner 配合到，咁我哋可以好順利咁樣，無論轉彎啊、向前向後加速減速，我哋都收放自如咁樣咯，所以我好開心。咁依家咧就完成晒今日嘅整個活動啦，大家都好攰。而家有阿 Nick、阿凡、阿 Bear 同埋我哋嘅舊同事阿嘉今日都嚟參與嘅，咁係講下自己嘅心情啦。咁阿 Nick 自己最難忘呢，就係呢個獨木舟嘅環節，因為一直以嚟咧都好想挑戰下。咁雖然今日嘅天氣咧就麻麻地啦，但係我哋都有成功兜一個彎翻嚟嘅。咁而我最難忘嘅時刻咧，就係因為阿凡咧坐喺我前面嘅時候，係咁潑啲水落我個身度，搞到咧我成個身都濕晒，個頭都有啲濕濕地，所以呢個就係我最難忘嘅環節啦。但係咧最後都成功翻到去終點啊！而家有呢隻腳震緊嘅阿 Bear 啊，因為咧我不嬲都係畏高嘅。咁今日咧我挑戰咗呢一個高空繩網陣啊，要爬到最頂啦，然之後喺上面有一個獨木橋要行過去嘅，喺個獨木橋嘅最高點咧要降落嚟嘅。爬上去嘅過程咧，其實就難唔到我，因為我成日都行山嘅。咁但係去到上面咧，回望見到下面原來咁高之後咧，真係腳都震埋啊！仲要喺上面咧轉身啊，喺嗰個大木柱上面轉身，真係好考驗我嘅膽量啊！平時我去主題公園咧，我係連咖啡杯都覺得好驚㗎，所以今日大挑戰，俾100分自己，哈哈哈哈！咁對於阿凡嚟講呢，最難忘嘅體驗呢，就係跳碼頭啦，因為我係活咗咁多年呢，我都係唔識游水㗎。咁但係今次個碼頭呢，有成5-6米高啦，再加上今日係落雨同埋都幾大風嘅天氣，咁所以真係要好大嘅勇氣先夠膽跳落去咯。咁但係最後跳到落去呢，我係覺得非常之有成功感嘅。咁今日咧以義工嘅身份同大班嘅同事一齊參加活動啦，咁對於我嚟講係一件好開心嘅事，亦都好刺激啦。今日獨木舟又好啊，呢個獨木橋都好啦。咁我印象最深刻就真係呢個跳碼頭，跳完碼頭之後呢，居然仲要鬧翻阿凡咯，阿凡救命啊！下次唔該學游水。
咁我哋今日嘅精華片段咧，可以去到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睇翻。另外咧，想加入我哋馬路的士義工隊，同我哋一齊玩一齊做義工嘅話咧，都可以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嗰度填翻簡單嘅個人資料就可以噶啦。馬路的士之友，調和脾胃靠京都念慈庵藿香正氣散。依家係10:16，天文台網站最新顯示室外氣溫29.5度，相對濕度係79%。又屙又嘔咁濕仔，京都念慈庵藿香正氣散，調和脾胃，即沖即飲。你準備好冒險未？今日同聽日，皇冠汽車60周年嘉年華，帶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進駐沙田新城市廣場，全新人氣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場，為你4驅全開。Noah 混能版及豪華 MPV Alpha 專享周年慶驚喜禮遇，車價折扣高達12萬，大人細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贏獎品。今個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Toyota。中共20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國家15/5規劃建議，為國家未來5年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同戰略擘劃，更為香港發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將迎來新嘅重大發展機遇。我哋要認真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發揮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捕捉投資趨勢，而家咧市場可能偏向於某一啲嘅板塊，而嗰啲咧就帶動唔到指數，咁啊形成咗個港股有一個落後遠嘅。跟進大市焦點，買 AI 咁你買 AI 先得，咁 AI 上游、中游、下游 agent 之間有 token， 好多新嘅 wording， 大家要學嘅呀。逢星期1至5下晝2點到3點嘅人生交叉盤，陸叔陳永樂聯同各路股評人陪你喺股票市場穩中求勝。馬路的士之友，馬騮咪阿妮，花一個朝早同你一齊食花生，一齊做個花生車友。早晨，大家好，馬騮咪有阿 Nick 喺度，有交通消息報道完阿啤，無人機啊，講到大家有冇玩過、買過或者見過咧？睇人玩過就有。嗱，買我就真係冇嘅，同埋揸咧，其實我都唔係好敢揸，因為我驚咧，我見過人哋又跌落水啊，又點樣嗰啲咧，我真係我驚我賠唔起啊！但係咧，我發現咧而家真係越嚟越先進啦，因為咧去一啲演唱會咧，佢哋都會放無人機去拍佢哋。係啊，我前晚去啟德睇個 show 就係成程都有個無人機，跟住穿過啲觀眾群啊，其實冇咁近嘅，即係你頭頂上面有啲風咁樣。係啦，咁但係因為你好多嗰啲 wide shot 啊，即係嗰啲廣角嘅鏡頭咁都可以影到啊嘛。係啊，同埋咧原來而家係好輕便嘅又有啦，即係我知道有一啲係好大型嘅工業用都有，但係咧原來真係細到一隻手掌咁細嘅喎，即係佢哋係可以用舉手咁樣操控咁主人嘅，佢就跟住。而家我哋呢一個位置咧係用無人機執法，有冇見過呢啲 band？ 年宵啊，花墟年宵嗰啲咧大型嘅市集啊，或者大型嘅活動，譬如倒數啊、煙花匯演啊，嗰啲附近咧就會一辣都係呢啲嘅 banner， 就話有無人機執法緊啊，大家要小心。咁其實警方近年咧都係有用呢個無人機咧去做一啲嘅執法啦。咁有幾樣嘢嘅，例如喺啲違例泊車方面，又或者係啲交通黑點方面，睇下大家有冇飛車嘅情況。就例如咧喺大帽山嗰邊啊，咁其實之前咧我哋啲集數都有講過嘅，例如大帽山啊或者石澳嗰邊咧，因為好多啲路都好多彎位，好窄噶嘛，咁甚至我知你哋都有見過一啲嘅線上遊戲，就攞翻大帽山去做一個參考，做一個賽道啦。咁你打機冇問題，真係世界係唔可以噶嘛。咁同埋咧好多時候就係你見到有飛車咁嘅情況，咁但係點樣捉到佢咧？咁就變相有呢啲無人機嘅執法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就係啲外賣啦。我諗大家都見過啦，內地好似係多呢啲外賣，無人機送外賣。係啊，我知道香港就係科學園嗰邊咯，嗰邊就比較因為佢之前都喺嗰度試啊嘛，同埋嗰邊其實空曠啲嘅，咁就可以咯。但係我就真係暫時未試過，我知道佢嘅費用比較高少少，有機會都係試下。咁甚至咧係即係再將即係個無人機
衍生落去啦。我記得之前咧喺舊年喺啟德嗰度咧郵輪碼頭嗰邊，咁就有一個汽車品牌嘅活動，咁就俾大家坐上一部車衍生出嚟嘅無人機。其實佢都唔係無人機，有人機啫嘛，你可以坐落去嘅。咁但係咧，而家就係好多樣嘢啦，即係以前咧，我哋分得好清噶嘛，車就係車，飛喺天空就係飛喺天空。但係唔係嘅，譬如而家有啲車就叫做航母啦，我哋話佢就可嚟負責充電。咁咧，你揭開個車尾箱就可以嘟嘟嘟咁有個直升機嘅物體出嚟，就俾大家控制。咁嗱。概念或者個設計有喺度啦，究竟民用係唔係普及咧？呢個就後話啦。我會好期待啊，因為好想體驗下哈利波特咧，佢哋嗰架藍色飛天車車嘅感覺。係咪第2集嗰架？係啊，榮恩佢揸嘅嗰部飛天車車。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好似突然間呢幾年方面咧，好多我哋以前諗嘅科技啊，好似好遠咁嘅，或者分得好開海陸空。咁但係而家就近咗好多啦。咁甚至咧，其實啱啱除咗講話執法方面咧，無人機嘅應用咧，好多時候都可以同一啲車啊相輔相成，又或者慢慢唔好話取替啦，但慢慢輔助嘅形式咧去做嘅。就係例如咧喺啲工地上面啊，大家應該會見過吊雞車啦，有絕對係啦。咁吊雞車嘅用途係啲咩咧？例如去到一啲工地嗰度，可能吊一啲嘅鐵啊，然後去到一個位之後，由 A 呢個 point 即係 A 呢個位就吊去 B 呢個位置。咁因為你人肉好難吊到噶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喺我哋建築業上面咧用緊一樣嘢叫做吊運嘅無人機，有啲乜嘢好處咧？俾你兩個估下啦。就係唔使再要咁大嘅空間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吊雞車佢都係比較大型嘅一架車，係啦，即係佢係嗰個轆啊嗰啲嘢其實未必好方便去到一啲好狹窄嘅地方。咁如果係無人機嘅話，咁就方便好多啦，因為佢係半空中嘛，咁就唔使佔好多位置咁樣。冇錯，同埋咧好多嗰啲地盤咧都係喺啲斜路上面啦、山坡上面，本身咧都好難有車上到去啦。你仲要揾一架咁大嘅吊雞車，體積咁大喎，要鏟上去，咁所以其實都係危險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個係唔需要呢一個車身嘅話咧，做到呢一個吊運嘅話，我覺得真係一個唔錯嘅方法。啱嘅，其實我補充少少，其實基本上咧，譬如我哋馬路上面，我哋已經分好晒，譬如我有紅綠燈，我哋交通流量已經安排晒啦。咁但係去到一個工地，一樣有人有車噶嘛，咁變相咧都要安排裡面嘅交通嘅情況。究竟首先嗰個車流量係點啦？第二就係啦，啱啱你哋講得好啱嘅，究竟平時我哋揸嗰部，唔好平時揸，我哋冇揸過。平時我哋見到嘅吊雞車係唔係入到啲好狹窄嘅位置呢？咁所以其實而家建造業就開始用呢啲嘅吊運無人機，變相啲好窄嘅位置啊，好斜嘅斜坡嗰度啊，就可以用呢個吊運嘅無人機去做到嘅。喂，有啲人會話吊雞車你嗰個即係承重量好多噶嘛，咁你無人機做到咁重咩？其實咧係冇載到佢咁重嘅，但係佢可以走幾轉啊嘛。因為你少咗好多人力物力，少量多次啊！冇錯冇錯，就好似少食多餐嘅道理一樣啦。咁其實根據咧，而家我上網睇翻啲嘅資料啦，有啲嘅地盤咧已經係開始用緊呢一啲嘅吊運無人機啦。就例如喺啲車道，例如係40至到80嘅斜坡上面啦，去吊一啲嘅建築材料啦。咁甚至唔單止係咁嘅，有啲可能救援上面啊，亦都會用緊呢啲吊運嘅無人機，巡查又可以用到佢。咁甚至啦，嚟緊再遠少少，例如一啲嘅離島醫療上面啦，即係離島你都要搭船先去到啦。咁緊急嘅情況或者一啲嘅物資上面點樣運到過去呢？都會嚟緊陸續會用呢啲嘅吊運無人機去做到。咁所以呢，點解頭先花咁長時間同大家講呢？就係其實而家嚟緊嘅吊運無人機就可以慢慢幫我哋手，未必下下都要陸路用到呢一樣嘢咯。咁我問你啦，即係你覺得嚟緊我哋個即係未來方向再去啊，天空上面使唔使都好似我哋而家咁，即係有晒規劃啊、紅綠燈啊，或者高空發展，其實係有嘅，即係講緊即係飛機嗰啲，咁你都要有一個工程塔啊，嗰啲係咪叫工程塔啊？信號塔係啦，但係你嗰個係高空經濟啊嘛。係，咁但係如果未來真係慢慢普及啦，即係我哋唔知有冇睇過一啲咧嗰啲科技嗰啲電影啊，咁咪幻想未來係其實喺空中嘅車咁樣嘅，咁佢哋都會有一啲紅綠燈咁樣，如果唔係即係好難去嗰個秩序好難去維持噶嘛。但係我又覺得如果咩都
係即係個個都係一部嘅話，咁其實會唔會同喺地下又差唔多咧？即係變咗地下而家唔塞車啦。係啦，就會如果真係樣樣嘢啊，即係平時都係用呢一樣嘢，我哋個個都係揸一啲飛機咁樣就出去嘅話，咁就變咗好似個作用唔大咯，會變咗平衡時空咯，純粹係分流咯，即係有啲人就會用上空去行駛，有啲人就喺陸地度行駛咁樣。係，但係我有啲覺得咧，即係譬如我哋汽車嘅製造就係幫我哋人類做一啲我哋做唔到嘅嘢啊嘛，就例如我哋冇可能跑得咁快，好似部車咁快嘅，佢會幫我哋做到。咁但係無人機嘅出現咧，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幫到車去做一啲佢做唔到嘅嘢嘅。咁甚至咧，例如我哋翻即係貼地啲啦。頭先講過，譬如警方執法，我哋有用無人機啦，即係你有冇違例泊車啊，你有冇超速啦。咁甚至咧喺外地一啲嘅地方咧，其實警方都會攞呢一類嘅無人機去做一個偵測，去還原翻一個交通意外嘅發生嘅。即係好多時候咧touch wood 有一個交通意外發生，大家都要去到地下嗰度去度翻個距離啊，計翻佢嘅車速係點。咁但係如果有咗呢一類嘅無人機咧，佢喺半空之中可以用一個攝影嘅測量法啦，變咗幾分鐘之內咧就將你成個場景還原咗一個 3D 嘅場景啦。變相咧我哋過往咪好多啲電話訪問就問翻touch wood 一個交通意外發生點樣去計算咧咁樣樣。咁而家有咗電腦加埋 AI 嘅系統咧，就大家可以記錄埋，例如車輛發生事情嘅位置喺邊啦，佢嘅零件點樣去啊，變相可以幫到法庭咧重新再塑造個成個場景咯。咁呢個真係方便好多喎，因為如果我哋之前要計嘅話，可能你要封咗成條路，咁就嗰條路就暫時用唔到啦，咁就都會影響到個交通情況。如果可以喺半空上面用翻嗰條路做到呢個呢，就真係幫輕咗好多。冇錯，同埋呢，有時車禍呢，其實佢最阻塞交通就係因為完咗，譬如發生咗車禍之後呢，大家事主都要唔喐喺度等還原翻個現場，警方嚟到即係解封翻。係啊，然之後佢嚟到之後又要各樣影相啊，又要偵查，又要留低證據。咁但係如果有咗呢個高空嘅偵測之後呢，可能佢就可以第一時間喺警方未到場之前已經率先入到去嗰個事發環境啦，去做咗一個全面嘅記錄。咁都會令到之後可能交通上面會暢順少少啊，影響可以盡量減低少少。啱啊，唔單止咁啊，對於我哋民用嚟講咧，其實無人機都仲有個作用喎。我就係前排咧睇咗一個 post，咁就外國咧嗱，我哋而家香港譬如嗌外賣，我哋好方便啦，有我哋嘅騎兵嘅朋友、步兵嘅朋友，甚至譬如科學園有無人機啦。咁但係有啲外國嘅咧，真係山卡拉咁遠噶嘛。咁有個外賣員咧，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個家人喺邊，望個導航都冇。結果個家人咧，佢就好多無人機嘅，佢就攞無人機砌咗個字係個箭嘴嚟嘅，佢就話我間屋喺呢一度。咁但係咧，嗰個外賣員見到間屋，見到個箭嘴都唔識去，咁所以個外賣員咧就一路揸住架車就行啦。佢就俾佢 OK 啦，喺前面箭嘴，咁然後咧就用無人機做咗一個嘅指引俾佢，好似打機啊。咁同埋唔遠嘅，即係好多時候而家一啲嘅大型活動啦，即係警方都有無人機話俾你聽，邊度係出口，邊度係廁所，咁甚至外國好多嘅情況都係咁樣用噶啦。咁所以係咯，即係嚟緊唔係話取替咗部車，咁但係如果高空上面低空經濟嗰度有啲嘢可以幫到你手都幾唔錯啊，係咪先？馬路的士之友。咁因緣際會底下咧，我近排咧就得到一副大盒積木，哇！大盒㗎嚇，正喎，好貴㗎喎，通常貴㗎。一部收音機，我啲女係一直都問我㗎，我爸爸你做咩㗎？我做電台㗎咯，喺邊度聽到㗎？收音機咯，收音機咩嚟㗎？FM AM 係咩嚟嘅咧？我大女真係問咗我呢條問題啊！咩叫 FM 啊？AM 點解另外一個唔係 PM 啊？係 FM 啊！今日黃昏6點半，細路強，呢件有煙，心水滴水一塘霧水，揾大可以協助國家解決發展中遇到嘅挑戰。對於北部都會區發展，鄧希偉話：北都係香港未來經濟嘅新引擎，對北都未來5至到10年嘅發展充滿信心，但係認為唔應該局限於南金融、北創科嘅發展概念，可以同樣發展金融同教育。而北都目前最需要具體嘅產業規劃，吸引大型科技公司同埋創投基金落戶，創造就業機會。
人才政策方面，佢話本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除咗吸引內地人才之外，更加應該廣納非華裔嘅國際人才。美國加州南部一個化學品儲存罐發生洩漏，並且有爆炸風險。加州州長紐森宣布，事發嘅奧蘭治縣進入緊急狀態，以協調資源應對。當局擴大周邊地區強制疏散範圍，預計受影響人數由4萬增加到5萬。出事嘅儲存罐位於一間航空製造廠入邊，儲存7000加侖嘅甲基丙烯酸甲酯。呢一種化學品用於製造塑膠，易燃而且有高揮發性，可以導致呼吸同神經系統損傷。儲存罐當地星期四發生故障，不斷噴出蒸汽。當地消防官員話，早前向儲存罐射水，但係無法降溫。目前罐內嘅溫度已經超過攝氏32度，較前一日高7度，並持續升溫。由於儲存罐嘅閥門故障，當局無法中和或者控制罐內嘅化學品，正係研究其他解決方案。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報道，美國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同日本防相小泉進次郎通話嘅時候警告，可能要延遲向日本交付400枚戰斧巡航導彈，原因係美伊戰事嚴重消耗美國嘅武器庫存。日本前年向美國採購射程達到1600公里嘅戰斧導彈，總額超過23億美元。原本預計美國喺2028年嘅4月之前分兩批交付各200枚導彈。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話，交付時間可能延長最多2年。美國國防部拒絕置評，日本駐美大使館就話，美日兩國經常進行溝通，但係不願評論雙方防長討論嘅內容細節。呢節新聞報道完。天氣報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漸轉天晴酷熱，但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係29度，相對濕度79%。公屋舉報制度，其中一個咧就變咗按摩嘅地方，咁之後好多陌生嘅人會出入啦。喂，另一個都離譜嘅，將嗰個單位咧作一個商業展銷嘅用途，陳列咗大量嘅音響器材。點解你傳統嘅方法竟然抽唔到出嚟呢？如果佢本身係裏邊好隱蔽式嘅，咁你就話難以抽查到啫。但係佢係一個按摩店嚟嘅，點解你房署嘅職員冇留意到呢？嗱，因為你唔需要舉報啊。我相信過往可能都有居民投訴。嗱，點解一個單位變成咗按摩店？喺你嘅傳統嘅處理制度底下，抽唔到佢出嚟呢？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同聲同步，人人881。食物環境衛生與你，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主席黎嘉文。紅外線同埋微波斷層掃描啦，其實都係我哋業界咧經常用嘅科技儀器嚟嘅，都已經相當普及噶啦。咁紅外線主要透過睇呢個溫差啦，即係有滲水嘅地方就比較低溫啲。微波掃描咧就好似電腦斷層掃描咁嘅，就會分析翻石屎入面嘅水分分佈。咁所以咧嗰個準確率咧都相對地高。如果作為初步檢測嘅參考咧，係相當值得有呢個價值嘅。最主要咧就可以克服到咧入屋難呢一個問題嘅，因為好多時呢啲個案呢都可能係樓上或者附近嘅業主呢未必會配合到，咁變咗樓下單位呢就一路做唔到呢個測試。咁如果而家用儀器呢，樓下呢已經可以睇到呢個嘅成效，揾到呢個滲水嘅源頭或者懷疑嘅地方咯。星期一至五雷霆881，下晝5點至6點，經濟脈搏時段，衛生共築，和諧共享，安心宜居，攜手打造食物環境衛生與你，由食環署全力支持。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
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哋一齊參與。國民教育壁報版，提提點點。喂，你有咩嘢就當面講啊，唔好兩個喺度字斟，細聲講大聲笑啊！切，講你咩家陣？你邊隻耳同邊隻眼睇到我講你先？就係兩隻眼都睇到。唔通你對眼仔好似馬仔生得咁高？你知唔知馬對眼真係好勁噶？擁有350度寬廣視覺。哇，爭啲386噶啦噃！雖然係咁啫，但係馬都有盲點，盲點就喺邊啊？就係真喺正佢嘅後方，所以千祈唔好企正喺馬嘅後面啦，因為佢哋睇唔到，但係覺得咦有啲陰風陣陣，有殺氣，咁你就弊啦。你咪想搞震啊？咁咪起飛腳後蹄撐你咯，咁啊領嘢噶啦。而喺賽馬嗰陣，由於佢哋有驚人嘅視覺啊，睇嘢太多太闊啊，係啊，佢會八卦啊嘛，咪戴眼罩咯。有為，攞塊黑布過我蒙頭，然後入閘。所以當其他馬跑上嚟逼緊嗰陣，佢唔八卦嘅咧，佢就會覺得，再跑快啲，再跑快啲，一放到底，咁就贏你幾個身位，有得拉頭馬威威噶啦。為生活提神點睛，國民教育。馬路的事之友，馬騮咪阿妮。花一個朝早同你一齊食花生，一齊做個花生車友。翻到嚟呢次嘅做馬騮咪，咁我哋上一次係講到咧吊運無人機啊。嗱，因為好多工地咧就可能有啲斜坡啊，或者佢比較窄少少，咁唔係部部嘅吊雞車咧都入到去嘅，咁所以咧而家有啲嘅工地咧都陸續咧開始用緊吊運無人機，咁不過咧仲係開始嘅階段，未完全真係哇所有嘢普及晒，或者取替到吊雞車嘅。咁但係講到吊雞車，究竟多唔多人入行呢？又甚至其實而家喺行業裏面有冇啲咩轉變呢？呢個時候我就要